高雄市长的补选，民众党的候选人吴益政得票率只有4%外，参这个保证金200万拢摕袂倒来。但是咧，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、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，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前无偌久咧，这个郭文泰甲问讲，收落来咱敢挡会掉咧？这个郭文泰问了，就家己甲家己讲，安尼可能挡袂掉，安尼就随在伊去啊。市长还熬得住吗？郭文泰无应，因过因太太陈培琪面迄顶面有写讲，进前郭文泰有问伊讲，培琪，说来咱敢挡会掉？所以就家己问家己因，可能挡袂掉，哪里有顾在伊去？陈佩琪脸书发文说，不久前你跟他讲说好不去这回事吗？郭文泰拢无应，因过市议员有话要讲。陈佩琪不要哭了，好好的跟柯文哲坐下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从2014年这么高的支持度，甚至在今年年初都还有10%的支持度，落到现在只剩下4%。高雄市长的补选，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敢若摕到3万几票，得票率敢若4.06%，无到5%，连保证金200万都无独个领倒来。因太太陈培琪有一句话要送给郭文泰，面贴顶面写讲：人生起起落落，袂永远伫高点，嘛袂永远伫上低点，继续为先生加油。是讲郭文泰无出席吴益政的选后记者会，民进党的立委罗品如伫面贴顶面批评讲，伊是瓜白瓜温。双方是你来我往以外，伫网络嘛引起网友的论战。